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就业，聊一聊失业，聊一聊这个社保这个都是最近比较热的话题啊。这个今天财新网它一个报道叫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大增，但大量失业者仍被制度遗漏。它这个信息量很大说最近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大增，那说明什么？然后即便这个支出大增，那还有好多失业的人呢，仍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也就是没有领到失业保险。这个本身就反映出这个就业失业对吧一个现状，正好结合当下这个大家对这个社保这个热议不断。我们继续看看就着这个财新网这个文章，咱们再来看看这个财新网说他说2024年底以来，失业保险基金支出持续提速。据人社部近期披露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失业保险基金支出943亿元，创近5年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幅达到27%。其中为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等768亿元，同比增长36.6%。这个我们要这么理解这个失业保险基金支出943亿元，创5年来历史新高同比增幅达到27%。一方面是我们覆盖面广了，对吧？过去5年前或者这5年，很多人失业他都不知道怎么领，或者他也不会领，对吧？这个信息差呀。那现在大家都会了或者会的人多了，都知道去领这个失业保险所以造成这个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增加这个也是原因之一确实过去很多人失业之后他也不知道去领失业保险，或者领的时候各种对吧障碍本来他够条件领的没领着，这个应该是有的这个财新网说他说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同比增长较快，是否意味着失业人数明显增加？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增长还与哪些因素有关？在稳就业、保民生政策背景下，当前失业保险制度还存在哪些亟待优化的空间？首先就要说失业保险基金支出缘何大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毛宇飞分析指出，领取失业保险的人数增长，特别是青年群体上升显著，是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增长较快的原因之一。这话说得好不直接不透亮，你就说青年群体失业人数增加不就完了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5.2%，2024年同期为5.1%。你看就增加了0.1%，就这么厉害。从16到24岁不含在校生青年调查失业率来看，2025年上半年均值为16%，2024年同期为14.8%。你看多这么1.2%，就导致咱们这个失业保险这个基金支出增加27%。对于失业群体来说，失业金提供了经济缓冲带，保障了生活的连续性，起到了重要的兜底作用。目前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与缴费时长有关，最长可领取24个月。失业保险金标准通常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以北京为例，失业保险累计缴费时间满10年不满15年的失业保险金月发放标准2188元，最低工资标准为2540元。也就是这个失业保险一个月发放，它那个标准是比你那个最低工资标准要低的，也就是够你吃饭，够你基本的生存。这叫托底作用了。除发放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外，失业保险基金还通过技能提升补贴和稳岗返还等支出，预防失业，促进再就业。毛宇飞表示他说为了应对技术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失业保险金用于稳岗返还以及实施技能提升补贴的金额也在增加。2025年4月，人社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等发布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惠民政策措施的通知。下半年以来，北京、广东、浙江、福建、河南等多个省市陆续开展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培训行动，聚焦新质生产力和新兴职业等领域，助力劳动者职业技能转型升级。此外，大多数城市的失业保险金与最低工资标准挂钩，且会进行动态调整。毛宇飞表示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失业保险金额也会水涨船高。那从这个角
角度来说啊，对吧？咱们有一说一啊，那领取失业保险金人越多，那至少说明这一套啊，这个社保那还是管用的嘛，对吧？你领的人越多，那说明越多的人得到了一个刚性托底，对吧？首先是你这个社保要交的啊，你交了社保，你失业你才能领失业保险金，你都没有交社保，你失业领不了失业保险金啊。所以你看领的人越多，越说明这套制度对它起了作用，这第一个，对吧？第二个，你也不用担心胡一静老师跟你抢这个失业保险金，对吧？这个跟老干部没关系，跟体制内的也没关系。当然了，这不代表说啊，这个失业保险金就好领，反正你要领失业保险金啊，你得具备一些条件。我没有领过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它是要哪些条件的。总之啊，只要这个900多亿啊是真的发给了那些失业的人，那至少对吧，也能解决这些人的这个眼前的困难。那么拿到失业保险金的人呢，恐怕还不是多数人呢，由于种种原因，对吧？他没有交社保，或者交的年限不够，或者是他这个条件达不到。那比如说啊，好像领这个失业保险的，你必须是被裁掉的吧？而且你找不到工作，如果你自己辞职了，你也不找工作的，这个好像你是领不到的。那具体的条件我不清楚啊，这个大家自己感兴趣可以自己去。总之你得有一定的条件啊。所以财经网说啊，他说游离在失业保险外的失业者，他说2024年底以来，失业保险基金支出持续提速，但领取失业金待遇人数较实际失业人数占比仍然偏低。也就是说啊，更多的失业者根本就享受不到这个失业保险金。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4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1102万人，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为463万人，对吧？领取失业金人数不到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的50%，那这是为什么呢？按照社会保险法，想要领取失业保险金，失业人员需符合3个条件啊：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1年啊，那就是说你失业之前你至少交了1年的这个失业保险费，你单位也交。第二个，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你看啊，你自己辞职了就不行。第三个，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啊，这就得你得满足这3个条件，你才能领到啊失业保险金，对吧？所以说你要的社保你都没交，你失业了之后你跑去领失业保险金，你就领不着了。说但现实中啊，部分失业者可能难以同时满足上述3个条件。毛宇飞解释啊，他说首先，主动离职或因合同到期不续签的失业者不符合非自愿认定标准，也就是你跟单位合同到期了，人家单位不续你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失业，也不符合，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啊，所以无法领取失业金，你这叫什么事？那非得是裁员的才行啊。合同到期如果是单位不续签呢？说这个财经网说啊，其次，失业保险金领取流程繁琐啊，这个我相信，那绝对不是说你跑一趟就行，你要提供各种材料，对吧？这个保险大家都知道啊，你交保费的时候，那是各种甜言蜜语、花言巧语，对吧？各种承诺，等你把钱交进去，对吧？你要这个叫理赔的时候，那对不起，对吧？各种合同、各种坑、各种条款，总之啊，你往出拿钱容易，你想往回收钱的比较难。所以说这个失业保险金领取流程繁琐，失业登记、定期报告、求职情况等要求增加了领取成本，对吧？增加障碍嘛。此外，一部分群体失业后处于灵活就业状态，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一标准，就业人口主要指在调查参考周内一定年龄以上人口中未取得劳动报酬和经营收入，从事了1小时及以上工作的人。说满足这些条件的灵活就业群体属于就业人口，无法领取失业金。当前中国灵活就业人群超过2亿人，其中只有少部分人会参加失业保险，且这一群体再次失业风险较高。对于更换工作较为频繁的灵活就业群体，再度失业后或难满足前述3个领取失业金的条件，从而失去领取失业金的资格。而没有参加过失业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则始终游离在失业保险制度之外。所以这个制度，对吧，还需要完善呢。很显然，怎么完善呢？无非就是要做到应保尽保，对吧？因为它起到一个托底作用，一个兜民生的一个作用啊。针对这一现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生范世明2024年发表于《社会
保障评论的一篇研究中指出，失业保险金领取的限定条件已不适应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的变化。他认为，应当取消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待遇领取条件，改为处于失业状态，并且明确主要依靠灵活就业为生活来源的劳动者可以办理失业登记。范世平还提出在失业保险金发放条件上履行缴费义务是劳动者享受失业保险金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你得先上保险，你得交保费，你不交，那你失业了你就领不着这个钱。他说，但就业促进服务应当面向所有劳动者，包括那些未履行缴费义务不享受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为此，有必要通过建立健全社会化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以及技能培训系统，使失业人员得到相应的精准保障。说财新在走访中还了解到，在北京等城市，一些外地户籍人员失业后无法在北京参保，为了保证社保缴纳连续性，便选择以灵活就业身份参保，这样一来也无法再申领失业金。你看看这个就是你看有很多人他其实他已经失业了他都没有工资，但是他那个社保也不能断，断了以后退休又成麻烦，所以他就自己以灵活就业这个去交，让社保续上。那你对吧？你交了灵活就业，那你虽然是失业状态，你就没有办法去领那个失业保险金、失业金啊。所以你看这些制度给人感觉是里面在互相打架，没有理顺，这也是他不合理的地方。36岁的刘杰被公司裁员已半年有余，非京籍的他通过中介公司以灵活就业的身份在北京参保，在统计口径下，失业的他属于灵活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失业金的条件，且每月需在社保额外支出3000多元，这显然是不合理啊！这不是越渴越吃盐吗？对于这部分失业群体面临的困境，毛宇飞指出，现行社保体系主要基于劳动关系设计，对于多数灵活就业者缺乏便捷、低成本、合规的参保通道，来维持社保连续性。此外，将购房、购车、子女教育、落户等与社保连续缴纳年限强制挂钩，可能会形成对失业者的惩罚效应。毛宇飞建议，一方面，对于非核心的限购类政策，应探索更科学、更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减少对社保连续性的绝对依赖；另一方面，应积极优化失业保险的保连续功能，探索由失业保险基金在一定时期内抵扣失业人员部分养老或医疗保险金制度设计等。所以说你看这个社保制度那对一部分人还是很管用的，对吧？你失业了，你符合条件，你好歹能拿2000块，就是北京保持一个基本的最低的一个生存。但是这个制度同时也要看到它还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把很多这个处于失业状态的人，然后他又交了失业保险，但是他却领不到，这是制度问题所以说你看最近的社保闹得沸沸扬扬，导致一个什么现象呢？我今天看新闻北京环球影视城居然公开招聘退休人员，你得有退休证你才能去那儿应聘。完了之后1个小时35，还有这个麦当劳对吧？人家公开打出来招退休人员，对，你得有退休证什么意思也就是你不需要买社保的，那退休了嘛，你就不用交社保了，你开始领退休金了。你看这个政策这个导致一个什么呢？导致你本来年轻人35岁就找不到工作，就失业了，现在你更找不到工作。以前你还可以对吧，找一个什么餐馆的给人刷盘子、端盘子，现在这工作你也找不到了，因为餐厅不允许因为餐厅要给你上社保，他没法弄所以餐厅他只要这个以后他只招这个退休人员。所以你看目前这个灵活就业或者这种就业突然对这个退休人员友好起来，这个正好咱们现在天天喊着银发经济天天喊着老龄化，对吧？人老了，整个社会老了，年轻人少，不要紧，对吧？现在老年人找工作好找，以后你看这个趋势下去不就是老年人好找吗？当然你的一个好身体我估计以后那些私营企业、小企业、餐馆都主要招老年人，招老年人完了需要你提供这个健康报告，实在不行有的餐馆、有的小企业给你买个意外险就完了，那个也不贵，商业保险所以就会导致什么？对年轻人更加不友好，年轻人找工作更难，最后就变成对吧？这年轻人啃老，你还得有老可啃所以这老年人对吧？一有退休金，第二完了他还能打工，那就导致年轻人在家待着吧。年轻人等到退休了再去上班，对，你达到退休年龄了，好，这个时候整个的就业环境就对你友好了，对吧？但前提是你得有个好身体你得把身体养好，对吧？准备63岁复出，35到63岁这30年，你就在家待着吧。会不会导致这么一个现象，对吧？这个社保制度的初衷肯定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它执行下来的结果就是这样子。你说这个赖谁？
我们再看看澎湃新闻报道的一件这个奇事也很有意思，这个涉及到养老，涉及到这个社保。说男子还俗后向女儿索要赡养费被驳回，男子还俗后起诉女儿索要20万赡养费。在澎湃新闻说他说因工作压力大，男子谢某走上修行道路，后与妻子离婚，并将一套住宅和50万元的这个现金赠予女儿。谢某四处辗转修行10年后，谢某称自己因收入微薄、戒律森严而精神崩溃，选择还俗。也就是这和尚演不下去了，修行也是扯淡索性还俗。还俗之后呢，他起诉女儿索要赡养费20万。8月9日，澎湃新闻记者从中国这个裁判文书网获悉这起案件，说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今年4月一审判决驳回谢某全部诉讼请求。这个原告谢某他是1971年的，也就是现在才55岁2010年2月，他因工作导致精神压力过大，从原工作单位某某院停薪留职，前往某某山修佛2014年6月，谢某与原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专心修佛。妻子对自己的决定感到不解，遂提出离婚，双方于同月办理离婚登记。在协议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他将本应分得的一套99平米的住宅，当时值225万和50万元现金赠予当时17岁的婚生女小谢作为抚养费和补偿，还额外赠予前妻15万元作为补偿，仅留少许财产前往某某山你从这个看这个谢某还可以，对吧？谢某表示之后10年间他辗转多地，四处流浪，财产几乎用尽，最后被迫在山洞内修佛，生活十分艰苦。他因年迈，已无劳动能力和工作技术，无法赚钱，生活困难，需要女儿给予赡养费。而女儿曾被自己赠予价值上百万元的巨额财产，如今也有了正式工作，具备支付赡养费的经济能力。这个谢某还说离婚时他曾获得50万余元的钱款，但10年间在多地辗转修行的时候已消耗殆尽。之前一直在寺庙里修行，虽然寺庙包食宿，但并无收入。在浙江宁波出家半年，期间每月有2000元的收入。在山西大同出家3个月，并无收入。他因收入微薄、戒律森严，导致精神崩溃后选择还俗。那是没有跟着这个释永信后面干了，对吧？跟着释永信后面这个修行，那赚钱修行两不误不是这么惨谢某还称2023年6月，他因生活窘迫向女儿索要每个月1000元的赡养费，但女儿在1年半时间内对其不闻不问。2024年11月，谢某从父母和姐姐处获得了64万元，后用于投资股票，截至目前市值还剩55万元左右。你看这哥们天天劝他别炒股，还炒股。这作为一个修行的人，作为和尚，对不对？把亲属给他的钱64万，他拿去炒股，结果赔了9万，这不是越渴越吃盐吗？雪上加霜吗？谢某表示目前他在广州租房生活，每月房租1500，生活支出约2000元，并无工作和收入，现有存款能基本覆盖生活开支，并无重大疾病和重大开销考虑到与前妻女儿关系较差，无法保持日常联系，每月催促赡养费的确不便，所以期望女儿一次性支付20万元赡养费，并自愿放弃请求女儿支付其他赡养费的权利，请求法院判如所请。我感觉是这个谢某估计股票套牢了，他跟他女儿一次要20万来补仓，但是这是我个人分析是对吧？也用各种手段来加仓，所以人一旦炒股一旦赌博上了，那就是鬼迷心窍你就是修佛也没用。我看还有好多人执迷不悟，股票一涨就跑来阴阳怪气的。你看看这个谢某，对吧？这个现在炒股已经六亲不认了，跟女儿的决裂。被告小谢辩称不同意原告谢某的诉讼请求。总之他就认为这个谢某并没有丧失劳动能力仅是因为其所谓的需要修行，所以未再继续工作。这个虽然自己工作税前工资1万元，但是去掉房租、生活费、衣食住行后所剩无几不具备一次性支付20万元的能力。当考虑到原告系自己的父亲，虽然自己没有能力一次性支付被告要求的赡养费，但愿意在能力范围内每月给予谢某以
点生活补助。本案庭审后啊，小谢又提交书面情况说明，表示因谢某庭前庭后恶语相向，自己不愿再按照调解阶段给出方案，按月支付赡养费，希望法院判决驳回谢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判决驳回了啊。这个案子说明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啊，这个谢某啊，他离婚的时候他所作所为啊，显得还挺正常，对吧？把自己的房子50万啊都给了女儿，这当时也一笔不少的钱呢，然后自己带着一部分钱去修行去，结果后面为什么变成这样？跟女儿还恶语相向，在法庭上还可见啊，炒股，对吧？让他丧失了心智，鬼迷心窍。那本来一个正常的人变成这样，所以要远离赌场，变成一个赌徒。你看他姐姐他母亲啊，随随便便就能给他64万，他不缺钱，对吧？这第一个啊，跟炒股有关，跟赌博有关。第二个就是跟他的这个养老计划有关。他不是没有钱，他有钱，他修行的时候手上还有50万，对吧？他姐姐他家里人还给他64万。如果他能拿出一部分钱去交社保，他以前有社保吗？他以前是什么什么院工作，那个社保是有的，只是后面他辞职了，或者被解除劳动关系，他修行去了，估计这中间断了。他以为有佛祖保佑他，不需要社保，结果后来，对吧？佛祖也保佑不了他了。如果他有一份社保的话，他现在虽然没到退休年龄，过几年一退休，对吧？他应该60退休啊，还有4、5年，一退休一个月至少4、4000块吧，何至于跟他女儿要1000？这个就属于典型的有条件上社保而不上，最后就坑害自己子女，跟女儿一个月要1000，这个女儿是应该给的啊，这个咱们一码是一码，要说清楚。但是这个谢某明明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他不采用，所以现在啊，对吧？这个亲情也没了，佛祖也不管他了，只能在大 A 里面沉沦了。所以我一直建议，对吧？我每次的不厌其烦的都要说一遍，对吧？如果你也不打算润到国外去，你就在国内乳狼共舞的话，那你有条件一定要上社保，千万不要把钱啊什么我一个月存多少钱，我存15年，存20年，我就这么多钱了，我自己养老，太幼稚啊！这谢某就是这样的啊，活生生的例子，最后被迫，对吧？向女儿、向家里人要钱，成为家庭的累赘啊！原本他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这个谢某本来想炒股给自己养老，对吧？想的倒挺美，结果呢？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